人老生個坎熬過壽命長，係那3年坎。老年人要早知道，人生如夢，歲月如梭，時間過得真快。一轉眼嘅功夫，我哋已經從少年時期邁入咗老年階段。此時白髮已蓋定，步履蹣跚。雖然說最美不過夕陽紅，但係當真嘅體會變老嘅時候，好多老人都係唔知所措嘅。畢竟一些老年人嘅身體慢慢地老化，狀態不好，呢個要渡過心理關、身體關、孤獨關等等，即係幾大關嘅。其實老祖宗講得也好，人之一生如登高山，所以人嘅一生好比攀登高峰一般。當攀爬到山頂以後，雖然看到了沿途最美嘅風景，但係擺在面前嘅卻係一條下坡路，上山容易下山難。所以人嘅一生就像是12長生一樣，從長生開始，然後經歷沐月冠帶、臨官帝王、衰病死，最後進入暮鼓，生生不息，世事輪迴。同青少年時期相比，喺老年時期更係如此。原本退休以後已經過上夕陽紅嘅生活啦。不過隨住年齡嘅變老，好多人喺50歲以後，身體狀態似乎呈現斷崖式嘅衰老，因此想要活到99歲甚至100歲以上，也是需要注重自身保養嘅。當然，根據科學家們嘅研究發現，人在34歲、60歲、78歲衰老速度會加快，而60歲至64歲、75至79歲嘅呢兩個階段，也是一個危險嘅時間段。原本以為人到老年便可享受天倫之樂，不過隨住年齡關、心理關等一啲問題，呢看似夕陽紅嘅道路上又冒出咗呢3道坎。而老祖宗則認為，如果熬過咗這3年坎，壽命也就長啦。而俗語人老生過坎，熬過壽命長也是由此而來。人老生過坎，熬過壽命長嘅意思，第一坎年齡到了55歲，老人認為人老啦，喺人生旅途中嘅第一個坎出現在55歲。那麼為什麼會有55歲係一道坎之說呢？老祖宗主觀咁認為，老祖宗認為人生同數字都存在住一定嘅必然關係。按照古書周易嘅說法，這個世界是有陰陽嘅，天地如此，黑白如此，男女也是如此。男人為陽，占13579；女人為陰，占24680。把10個數字加起嚟，正好是55。所以老祖宗就主觀認為，人到了55歲後，也就是人生嘅圓滿期。但是人生哪裡有圓滿嘅事情呢？所以老祖宗就把這55歲稱為養命期。關於55歲嘅說法，民間裏面係有句俗語是嘅說嘅，人到55閻王數一數。這句話嘅意思就係說，人到了55歲後，作為神話傳說中嘅閻王爺，是要開生死簿嘅，順便查看一下有冇遺漏嘅地方。不過上述都係民間裏邊傳統嘅一啲說法而已，實際上帶有一啲迷信嘅色彩在裏邊。而我哋科學地去解釋55歲，
喺古代，由於科學技術嘅不發達，醫療條件嘅不完善，所以古人嘅壽命都係比較短嘅，平均一般係50多歲。所以喺古代，古人們能活到55歲，亦算係高壽啦。故此亦就有了55歲係一道坎年齡嘅分水嶺嘅說法。但係隨着醫學條件完善，我國嘅平均壽命已經喺78歲左右啦。不過55歲卻係中年同老年嘅分界點。如果人在55歲嘅時候保養唔好，譬如說血壓高、血脂稠、血糖之類嘅，在55歲控制得唔好，後期除咗身體機能嘅衰退，老年人嘅一啲慢性疾病也會嚟臨。所以老祖宗認為55歲係一個坎，呢個時候一定要注意才是。第二坎，年齡到了66歲，除咗55歲外，老祖宗係認為人到了66歲又會係人生旅途中嘅一年坎。那麼為什麼會有咁樣嘅說法呢？一，老祖宗嘅主觀解釋，對於66歲也有一啲農村俗語嘅，比如呢一句俗語6666，不使掉怪肉。這句話嘅意思是說，老人虛歲66歲嘅時候，你咪要去集市上買一塊豬肉嘅，而且佢肉唔多唔少，正好6斤6兩，然後把這塊肉攞返家，煮熟以後，讓老人坐在門檻上切6口肉，以達到為老人擋債賣砍嘅寓意在裏面。所以在俗語中亦就有咗66要切裏面一塊肉嘅說法。為什麼會這樣說呢？按照老祖宗嘅說法，古人認為如果是66歲整歲嘅生日會返復現，而這個歲數是半吉壽，而在民間裏面也有人生66到此一遊的說法。由此按照老祖宗嘅說法，66歲也是一道坎，一定要注意才是。二，我哋科學地去解釋，按照科學嘅解釋嚟說，喺古時候，古代人嘅壽命普遍係比較短嘅，雖然亦有一些長壽嘅人，比如說孟子、乾隆、孫思邈、彭祖等。但是這亦屬於鳳毛麟角，而廣大普通老百姓因為醫療同飲食條件嘅制約，壽命一般就係66歲左右，所以亦就有了66歲為一道坎嘅說法。不過，隨住現代醫學嘅發展以及人們生活水平嘅逐漸提高，呢個年齡點已經不是一個終點，而係一個新嘅起點。但是亦要注意為好。第三近年齡到了73歲同84歲。而老祖宗嘅主觀說法，喺農村裏面有句俗語73、84，閻王不救自己去嘅說法。呢句話嘅意思係話，人到了73歲或者84歲以後，已是人生中嘅第3個年齡坎。如果熬過這2個歲數，那麼老年人嘅人生就坦途啦。那麼為什麼會有這樣嘅說法呢？老祖宗認為，這73歲同84歲是個聖人嘅年齡，是有關嘅。根據一啲歷史資料嘅說法，孔子在73歲嘅時候去世，孟子則是喺84歲嘅時候去世。對於我國歷史上出現嘅聖人，其實並不多。除此之外，係有王陽明、關公等，在古代
皇帝雖然係一國之君，但係亦比唔上聖人嘅。就算係秦王漢武、唐宗宋祖，甚至成吉思汗，也不如聖人。而普通老百姓對於聖人更是望其項背，因此民間裏也就流傳咗這樣一個說法：孔聖人嘅年齡係73歲，孟聖人嘅年齡係84歲。所以老百姓對於呢兩個歲數稱為老年階段嘅兩個坎，而我哋科學地去解釋，從科學嘅解釋嚟說，其實人到了73歲或者84歲以後，隨咗身體機能嘅衰退，這亦意味着正式步入老年晚期。所以當進入73歲、84歲以後，也就進入咗長壽嘅邊緣。此時因為心理因素等其他因素嘅影響，老人難免會產生焦慮同埋恐懼嘅心理，所以亦就出現咗73歲、84歲為一道坎嘅說法。通過上述嚟說，對於人老3個坎熬過壽命長，只不過是老祖宗流傳下嚟嘅一種說法。但是隨住醫學條件嘅發達完善，現在這句話已經沒有太大嘅實際意義。所以人到老了以後，不僅要保持積極樂觀嘅心態，也要去科學地養生。只有咁樣，壽命也就長啦。人老了才知道，70歲到75歲嘅呢5年，堅持7個好習慣才能息命。曹生一秋，人生一世。其實人生時光有如流水一般，各日猶似井中月，今朝已到水中花。所以這一次嘅一次係離不開生老病死嘅。對於老來說，在古代60歲已經就是老人啦。但係隨住科學技術嘅不斷先進，醫療水平嘅不斷增加，現在70歲先是老小孩。比如說美國嘅拜登同特朗普，佢哋80多歲啦，係就為2024年總統大選鬧得不可開交，一個個嘅和小孩一樣。當然，根據一啲數據嘅顯示，現在全世界嘅人均壽命為71歲，也是處於71到75歲嘅臨界點。而我國嘅人均壽命係78歲，日本嘅人均壽命係83.7歲。所以嚟講，如果想獲得高壽，除咗自身嘅基因外，其中飲食同埋醫療保健都係直接影響壽命嘅一部分。當然，進入現在這個階段，人老了才知道喺70歲到75歲嘅這5年裏，只有堅持7個好習慣才能息命。人老了才知道70到75歲嘅這5年堅持7個好習慣才息命。為什麼70到75歲是老年人嘅關鍵點？俗話說，人過70古來稀，其實人到了70歲也就係古稀之人啦。當然，按照生物學嘅解釋，老年可分為初老、中老同晚老3個階段。初老為指啲係45歲到59歲嘅年齡段，中老則指啲係60歲到74歲嘅年齡段，晚老指啲係75歲及以上嘅年齡段。所以這個分類入邊，70歲到75歲係關鍵嘅5年。這5年保養得好，身體如初地健康，那麼就會長壽。當然，我哋老祖宗在俗語中有這樣一句話：
73、84燕王不叫自己去，而且書明咗，邁過咗75歲，只有到了84歲，先到了另一個坎。所以嚟說，無論是從生物學嚟講，還是老人嘅傳統說法，人要獲得長壽，呢5年是非常重要嘅。那麼70到75歲嘅呢5年要堅持呢7個好習慣呢？第一，保持清醒嘅頭腦，唔好上當受騙。其實人老了以後，最怕自己變成老糊塗啦，而腦子裏仿佛一灘漿糊一般，唔太靈光，慢慢還發展成老年痴呆。擔心總有一天會把一啲事情忘記，比如說一啲錢財你們交代嘅事情，甚至係有一啲小事等等。呢個對於上咗年齡嘅老人嚟說，並不是好事情。所以嚟講，人到了70歲以後，時刻要保持清醒嘅頭腦，唔好上當受騙才是最好嘅。當然，隨住年齡嘅變大，身體嘅逐漸老化，一些說過的話、做過的事，一轉眼就忘啦。不過，這也是必然嘅現象。但是，還有一部分90歲嘅老人，佢哋嘅思維依舊好清晰，記憶力也不錯。咁嘅人都係怎麼做的呢？其實一些老人嘅頭腦清醒，呢一個紅飲食習慣好，全面補充營養，喜歡讀書探報，以及經常身體鍛煉有關。因此嚟說，老年人想要保持頭腦清醒，還需要做到呢事。第二，70到75歲嘅時候，呢個階段需要堅持身體鍛煉。根據了解，一些老人在退休以後就覺得輕鬆咗許多，佢咪整天待在家裏，唔係近手機就係近電視，唔係躺住就係坐住，幾乎唔運動。然而老祖宗認為生命在於運動，所以人到了70歲以後，還是要出去多曬曬太陽。每日早上進行一次有氧運動同伸展動作，這樣有利於心血管健康，增加身體嘅抵抗能力。第三，70到75歲嘅時候，要擁有健康飲食習慣。人到了70歲以後，也要堅持按照傳統嘅飲食習慣去忌口。我哋都知道，現在一隻飯店或者外賣都係重油重鹽嘅，而且一啲食材含有食品添加劑、科技與狠活等等。如果長期食一啲東西，係不利於身體健康嘅。所以嚟講，人到老年以後要拋棄呢一啲東西，並經常食用大量嘅水果、蔬菜、全穀物、蛋白質嘅食物才行，而這樣老人嘅身體就變好，並維持身體健康同埋免疫功能。第四，70到75歲嘅時候，遠離一啲戾氣嘅地方。什麼是戾氣呢？按照廣義的說法，戾氣之地充滿咗怨恨、仇恨嘅氣息，亦就係一隻負能量嘅場所。如果長期喺呢種地方，就會讓人感到壓抑緊張，容易引發暴力。那麼這些地方都係哪裡呢？比如說，我哋經常遇到一些經常抱怨嘅人同埋圈子，係有一些麻將館、一些負能量嘅人、一些非法嘅傳銷組織、一些係非之地等等。所以嚟講，呢種地方是不安全嘅。
因為人到了70歲以後，身體精力已經不如從前，而缺乏相應嘅分辨能力。而我們一旦進入呢一絲是非之地，就會進入陷阱一樣，一點點地被陷入進去而不能自拔。如果長期這樣，不僅對自己嘅身體同埋錢包有影響，甚至仲會影響家人，把家人都拖累進去。第六，70到75歲一定要理性消費，不要盲目地花錢。人到了70歲以後，有啲老人有退休金可以安享晚年，所以佢哋喺花錢嘅時候也係大手大腳，甚至消費能力比年輕人還要多。比如說去買一啲奢侈品，到處旅遊購物等等。但係我認為人到了70到75歲，除咗一啲必要嘅用品需要購買外，還是有理性消費為好，剩下嘅錢亦都有為兒孫考慮。為什麼要這樣說呢？其實大家都知道，而家賺錢也係比較難嘅，所以作為老人嚟說，除咗要留下一部分錢去照顧孫子孫女之外，另外係要為以後嘅養老做好打算。雖然花錢大手大腳，雖然有一絲高質量嘅生活，但是一些事情上也要考慮到兒孫，不該花嘅錢不要亂花。第七，70到75歲要捨棄一絲酒肉朋友。好多老人喜歡交朋友，有啲老人喺交朋友嘅時候唔注重質量，而係注重數量。但是現在嘅社會已經不是好純粹嘅年代啦，社會好單純複雜嘅是人，所以人到了70歲以後，尤其要捨棄一啲酒肉朋友為好。這是因為一啲酒肉朋友喺關鍵嘅時候，不僅不會幫助自己，甚至係會影響到老人嘅家庭，即係得不償失嘅。而老人到了70歲以後，也要更多地考慮家庭，不為家人增加負擔，並遠離一絲酒肉朋友，才是最正確嘅事情。寫在最後，通過上述嚟說，人到了70到75歲，即5年嘅時間裏邊，想要珍惜生命，除咗科學嘅養生之外，係要遠離一絲負能量嘅地方，這才是老人應該做嘅。67歲阿姨哭訴喺女家養老，女婿對我好好，如今女婿卻要趕我走。說實話，人到晚年，哪怕老人手裏有再多嘅錢，除非迫不得已，佢哋多半先至會去養老院，或者係僱請保姆嚟解決自己嘅養老問題。不然的話，佢哋係是願意且希望兒女俾自己養老。即係因為老人同兒女之間有一種永遠也割捨不斷嘅親情血緣關係，同時兒女給老人嚟養老，老人嘅心情亦會變得更加舒暢愉悅。老人在晚年想要兒女給自己嚟養老嘅這種美好願望係好正常嘅，也是值得肯定嘅。只係老人嘅這願望想要得以真正實現嘅話，除咗老人要有孝順嘅兒女之外，同時老人係對待兒女這問題時，也應該要做到公平公正，一碗水端平，而絕不能厚此薄彼。那麼在現實生活當中，我哋好多老人確確實實做到了上面呢一點，漸而老人嘅兒女就會心甘情願、盡心盡力地為自己養老。
因此我們嘅晚年生活自然就會過得幸福舒心。可是我哋有些老人卻並冇有重視這點，所以佢哋嘅晚年生活過得淒慘。我純屬是自找嘅。67歲嘅沈阿姨恰好就屬於這類老年人，佢先係就係兒子家養老，然後佢又去女兒家養老。在此期間，女兒同女婿就都待態不錯，尤其是女婿就更是把佢當成自己嘅親媽嚟照顧。對此確非常高興同滿意。可如今女婿卻講什麼都要趕佢走，咁究竟係咋回事？我哋一齊往下近。我姓陳，目前我喺鄭州居住生活。年青時我就係某公司上官，而我老闆即是一名老師。說起來，我倆都係有正式工作嘅人。當時我倆每月退休金加起嚟總共有8000塊錢。按理說，我哋倆之後嘅退休生活應該會過得無憂無慮才對。可後來我才發現自己想得太簡單啦。我們倆這輩子一共養育咗2個兒女，大嘅係兒子，小嘅係女兒。受傳統流習影響，從小我哋就偏向兒子，凡事我哋都先跟住兒子嚟。而與此相對應嘅係，我哋對女兒則會輕視一啲，即便在我長大成人後，我亦依然如此。一晃20多年時間過去啦，兒子同女兒先後結婚成家，組建咗自己嘅幸福家庭。而我剛退休冇2年，兒媳就俾我生咗一個大孫子。呢個時兒媳就教我去侍候月子，順便幫佢帶孩子。我非常高興地就答應咗。可緊接住喺兒媳家所發生嘅事情，卻讓我始料未及。兒媳坐月子時特別難伺候，為要俾佢保養身體，我唔是俾佢燉雞湯，就係俾佢燉魚湯。甚至於即便當時天氣非常炎熱，可我係是不厭其煩咁每日都會俾佢燉蓮子、紅酒、小米糟蝦。可兒媳佢根本唔配合。每次我辛辛苦苦給佢做嘅東西，佢通常都係胡亂切2口，然後就唔切啦。為此我冇少索佢，佢一點用都未有，太白浪費嘅，我只好自己切。即便我當時有輕微嘅三高，還有就係兒媳嘅脾氣也變得越來越大，佢動唔動就會對我亂發脾氣。有時候我都唔知道自己哪裏惹他啦，佢立馬就會劈頭蓋臉把我給狠狠咁掃落一頓。而且我自認喺帶孩子嘅排，我嘅經驗還是比較豐富嘅。畢竟兒子同埋女兒都係我一手帶大嘅。至於平時喺帶小孫子時，兒媳佢根本不聽我的。佢非要我按照佢嘅要求去帶孩子，雖然我明知道佢嘅方法是錯誤嘅，可我亦只能聽佢嘅話。不過如此一來，佢負了我嘅小孫子。咁相比較呢啲，最讓我受唔了嘅，就係我在兒媳家，不僅要出力受氣，同時我係要負責出錢。喺日常生活費、孩子嘅紙尿褲錢、衣服錢同奶粉錢等等，全都要由我來負責。之前我和老闆完全可以說是吃喝不愁，可後來我哋倆卻只能省住點花錢。
這種情況大概持續咗好幾年時間吧。這時我突然接到了老闆病危住院嘅消息，趁此機會我就緊緊告別醫治儀式，然後回家侍候老闆。老闆嘅病情不容樂觀，在此期間，女婿一直跑前忙後地幫我伺候老伴，而且佢一句怨言都沒有。可醫治儀式卻連一次醫院都冇嚟過，甚至於佢明連個問候電話都冇打過。直到老闆去世，佢哋兩妻回家幫忙料理後事。老闆去世後，我每日精神恍惚，茶不思飯不想嘅，整個人就似是丟咗魂一樣。鄰居老張見我這樣，害怕我出別啲什麼意外，於是佢就在第一時間俾我兒子打佢電話，然後把我啲現狀告訴俾咗兒子。本來我係想住兒子肯定會將我接到佢身邊進行照顧，畢竟佢係我嘅親生兒子。可是我冇想到嘅是，兒子聽咗老張嘅話以後，一點動靜都沒有，就像是啥事都冇發生一樣。當時我真係欲哭無淚，而與此相對應嘅係，女婿在得知我現在這種情況之後，佢第二天就主動開車過嚟，然後把我接到佢屋企，說以後佢倆給我養老。我本以為女婿就只係一句戲言，可事實情況卻是，自從我到了女婿家裏以後，女婿什麼事情都唔由我幹，就連接送孩子上駕校這麼簡單嘅事情，女婿也係直接叫我女兒去做。女婿嘅意思係怕我累咗，平時我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女婿從不干涉，甚至於女婿還特別支持我。他經常對我講，只要我自己過得開心就行啦，其他啲一點都不重要。而最讓我感動嘅係，為要讓我吃好飯，平時女婿讓女兒做飯時，飯菜裏邊只放一點鹽巴，像其他調料基本上什麼都不放。說句毫不誇張嘅話，喺女兒家養老時，女婿待我就真如佢嘅親生母親一樣。我喺女兒家每天都住得非常開心，這係實話。2年後嘅一天，平時很少露面嘅兒子就帶咗好多禮品嚟女婿家近我，同時兒子係非要讓我去他們家住上一段日子。兒子嘅反常舉動讓我非常高興，於是我也冇多想，進而我就收拾好行李，然後同兒子儀式一齊同住。到了兒子家後，兒子儀式兩個人對我還是唔錯嘅，即便佢哋同女婿比起嚟係差咁一計，可我卻非常滿足。起初我係以為兒子儀式接我同他哋同住嘅目的就只是想好好照顧我，僅此而已罷了。可是我想錯啦，嚟到兒子家2個月後嘅一天，兒子就對我講，我想換個大房，而且房子早都近好㗎。不過目前手頭係差60萬塊錢，所以佢就想讓我幫忙。因為之前喺辦理老闆嘅後事時，我曾對兒子同女兒講過，我和他哋嘅爸爸辛苦半生，手裏就只積攢下咗65萬塊錢嘅積蓄，而家兒子一下子要我攞60萬出嚟，怎麼能行？
而且老伴去世前對我一再叮囑我，唔到生命最後一刻，絕對唔能把這些積蓄交給任何人，包括自己嘅兒子同埋女兒。所以喺經過幾天深思熟慮之後，我就對兒子講，佢嘅條件我不能答應，因為我要是把錢都給佢嘅話，以後女兒女婿問起來，我該如何答復佢們？再說啦，我將來係要靠這啲錢養老啦，現如今我怎麼能全俾他哋？還冇等兒子表態，以色就立馬跳出嚟說出自己的觀點。以色的意思是家產就應該留俾兒子，女兒係嫁出去嘅人，佢自然就冇資格分得家產，這係估信。再說啦，呢件事情就只有我哋三個知道。女兒同女婿係絕對不會知道嘅，而緊接着以色又對我說，佢讓我綜管放100條心好啦，只要我能俾佢哋攞出60萬塊錢買新大房子，將來佢哋倆一定會心甘情願盡心盡力為我來養老。要是佢哋做唔到嘢事，我怎麼對佢哋都是，佢哋絕無疑話。可唔管以色怎麼說，我依然堅持自己當初嘅決定，唔肯答應兒子嘅要求。以色見狀則立馬放出大招，3天2頭同兒子鬧離婚。眼看事情已經到了無法控制嘅局面，後來我實在係未有更好嘅辦法啦，我就只能答應兒子嘅要求，攞出60萬塊錢給佢買大房子。以色買大房子嘅目的終於達到啦，他們倆自然非常高興。為此，以色係特地從單位請咗幾日假，然後帶我浩然荒謬地去旅遊。中間嘅一切花銷全都係兒子自己出，我一分錢都未有花。旅遊回嚟之後，兒子就趕緊把我送返女兒家。兒子嘅意思就係買嘅新溝子，還需要裏裏外外仔仔細細收拾一番才能入住。到時他就會盡快把我激走。兒子的話讓我一點毛病都挑唔出嚟，我就相信佢話的話啦。因為我幾乎把手中所有積蓄全都俾兒子買大房子啦。那麼後來繼續喺女兒家居住生活時，我就倍感內疚，所以為住避免發生意外同衝突，這件事情我一直守口如瓶，從來冇對別人講過。可我千防萬防，女婿最終還是知道這件事情啦。於是女婿就對我說，虧我平時對你咁好，我真可以說係把你當親媽嚟對待。可你就係這麼回報我嘅，你這麼做對得起我嗎？長這麼大，我就未見過你這樣當媽嘅。說完一啲，女婿則是直接扭頭就走。當然啦，與此同時，女兒對我自然亦都係非常不滿，佢亦把我嘅狠狠咁說咗一頓。起初我係天真地以為，再不自我也是佢哋兩個人嘅媽，佢哋倆不會把我怎樣。過幾天之事就過去啦，可係我想錯啦。一天晚上，我正準備去瞓覺，女婿就一身酒氣搖搖晃晃地返嚟了。女婿剛一進家門，他就氣沖沖咁對我講，你如此重男輕女，把什麼都俾兒子啦，那你以後就找你兒子養老吧，別來找我未不見你㗎。
你有今天都係你自找嘅，怨不得我哋。本來我唔想同你一般計較，可我現在想明白啦，我要是什麼都不鎖嘅話，我也太悲屈啦。所以明天你就主動收拾行李從我屋企離開。女婿嘅話都熟到呢個份上啦，我哪裏係有臉面繼續喺女兒家待下去啦。於是當天晚上我就趕緊給兒子打電話，讓他嚟接我。可兒子卻說什麼？他丈人同丈母娘早都已經搬仔去住啦，他溪裏實在沒地方啦，他讓我另想辦法。講完呢啲，他就把電話給掛啦。兒子的話猶如晴天霹靂一般，讓我差點暈倒。現如今我的腸子都要悔青啦。可事已至此，再怎麼後悔都晚啦。只不過我而家最擔心嘅問題就係以後我的養老問題到底該如何嚟解決？你們有什麼好嘅建議同辦法嗎？感謝你嘅關心，希望今天分享嘅內容對你有所感觸。尚未訂閱嘅朋友們，別忘了點擊訂閱。這樣我們可以每日陪伴你，讓我們一齊成長。我們下期唔見不散。